嗱，呢度結婚嘅節目，結婚嘅節目是家講日嘅真理嚟。出呢個詩篇記128條1節咁樣講到，係講呢一群一個家庭得到平安快樂、圓圓人人。呢個經節講是家啲最得福嘅人、最快樂嘅人，出去富裕嘅家庭公婆要遵從上帝。遵從上帝講咩呢？要聽一個路嚟行嘅講，就一個命令嚟行，一個家庭一個公婆。熱天得到順順利利，家庭得到快樂。因為到咩呢？呢一個詩篇128條5節有人講到，上帝祝福一個家庭，你能夠看一個家庭得到平安順利、快樂去講。嗱，詩篇128條6節有人講到，你也能夠看一個子女子孫得到永遠嘅快樂嘅平安，這樣人一個喜悅嘅家庭，一個家庭係滿係強，你都係照上帝嘅路嚟行，遵從一個命令，照一個法嚟行，熱天一個法，但一個家庭得到順利，得到平安，得到快樂，兩公婆要合作，大家照上帝嘅路嚟行，照一個法嚟行，熱天一個家庭得到永人，得春子春孫。得到一個快樂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們。